玩物不喪志啊，玩得好 easy 啊，又係我壯方愛玩家。各位，我哋依家就離開無錫，出發去蘇州啦。今次7日6夜嘅旅程呢，其實主要都係賞櫻嘅。咁喺蘇州呢，亦都有唔同嘅賞櫻地方啊。而我就選擇咗去上方山公園嗰一邊嘅。去到蘇州，除咗去上方山公園賞櫻之外呢，亦都會去佢唔同嘅景區啦，嗰度去遊覽，例如拙政園啦、七里山堂等等嘅地方嘅。雖然話蘇州喺無錫嘅隔離，咁但係啊，我係嚟旅遊㗎嘛，我唔係嚟熬車嘅，所以我係搭高鐵過去，我哋係時候入站咯。由無錫坐高鐵前往蘇州都只不過係15分鐘嘅事情，就算坐和諧號都只係10零蚊，升級做特等席啊，都係35蚊啫。人一世物一世，趁機會一於試下特等座到底係點嘅。結果係啊，座位寬敞到啊，成個人都可以瞓得到喺上面啊。而車廂亦堅係安靜，唔單止冇人嘈，更加聽唔出列車運行嘅聲音，靜到可以瞓覺添。喺15分鐘之後，凳都未坐暖，就已經由無錫嚟到蘇州。而為咗配合之後去杭州嘅行程，所以選擇入住蘇州站附近嘅易居酒店。呢間酒店幾好，房間夠大，落地玻璃，光線充足。唯一令我把幾火嘅係，原來啊，佢網上邊係一個名，現實中又係另一個名。我喺網上面訂嗰陣，佢叫做易居酒店，而現實中呢，佢就叫如家酒店，實行雙品牌制度。我就喺個小區嗰度行咗成30分鐘，成個傻仔咁兜嚟兜去，都揾唔到呢一間叫做易居嘅酒店。最後靠住打電話先知道，原來啊佢個真名叫做如家酒店，呢一點真係扣晒分啦！下一次幫襯個大品牌好過。酒店附近嘅小區好多嘢食，而因為近蘇州站啊，交通極度方便，搭車去山塘街同埋拙政園都好快，所以跟住落嚟就會同大家講平江路嘅事情啦。喂，唔係話去拙政園同埋七里山堂嘅咩？吓？哦，咁我帶大家去嗶哩啦吓！拙政園啊，其實就係古時某個達官貴人嘅豪宅，入去參觀人哋屋企唔係問題，問題係成村人一齊入去參觀啊！拙政園本身啲路咧就唔係咁闊，花園、小河、住宅、假山放埋一齊，仲要加上大量遊人，認真擠迫，不宜久留。櫻花係佢係有櫻花，但數量唔多，環境擠迫又嘈吵，成村人圍住嗰幾棵櫻花猛咁影，真係乜嘢心情都冇晒。80蚊嘅門票費就咁俾佢昆咗，成個景點嘅雷係指數5星係滿分，我會俾4星咯。至於七里山堂啊，其實就係蘇州嘅夜繽紛，人多熱鬧。對於蘇州嘅夜繽紛有興趣係值得去感受下嘅。而當地嘅餐館山塘月嘅蘇州菜、松鼠桂花魚堅係好食，連平時好少食飯嘅我都因為佢而食咗3碗飯。成條魚拎晒去炸咗佢，連入邊嘅魚肉都炸埋，咬落去脆卜卜。而由於啊，連魚骨都炸到脆晒，每一口都係啖啖肉，勁怕近骨嘅我都可以放心咁食啊！加上佢用嘅甜酸汁非常開胃，撈落飯度啊，小朋友都食多幾碗啊！喂，你講到咁好，咁七里山堂個雷點去咗邊度啊？佢個雷點呢，就係喺艘船嗰度啊！我見呢個地方五光十色，人間煙火，諗住坐船夜遊一定好靚啦。點知失望到極點，成隻船駛咗去啲黑掹掹嘅地方，簡直好似去咗民居一樣，乜嘢夜繽紛嘅燈光都睇唔到，完全係零繁華零熱鬧，5分雷係我會俾5星星咁多啊！
雖然票價只係45蚊，坐30至40分鐘嘅船，但真心唔建議各位嘥呢一筆錢啦，寧願叫多幾杯手打檸檬茶好過啦。而我點解推薦去平江路，並唔係因為佢嘅熱鬧繁華擠迫嘅街道，而係因為佢嗰邊嘅文創市集啊。沿住平江路一路直行，喺河道一旁呢，就係一排排嘅文創小店，各有心思。我自己都忍唔住買咗人哋即席寫嘅字畫，拒絕內耗，救命要緊。依家掛咗喺公司嗰度，提翻醒自己返工啫，唔使揾命搏嘅。而平江路亦有特色嘅手搖船坐，俾你感受一下江南嘅民間水道氣息。而因為佢係來回船，唔係交通工具，起點即終點，所以我麻麻地推薦啦，都係行路遊覽平江路好過。我哋嚟到上方山國家森林公園，簡稱上方山啊！各位，今日天氣真係好好啊！我哋又賭贏咗一鋪啦。但係啊，我哋喺源頭柱嗰度睇過，嗰邊嘅櫻花呢已經開始變綠色，亦都禿禿地㗎啦。到底嚟到蘇州上方山呢一度啊，可唔可以睇到比較好或者同等級數嘅櫻花呢？咁就要入去睇一睇啦。咁上方山呢一度呢，其實唔係啲乜嘢咁偏僻嘅地方嚟嘅，唔似我去重慶彭水漫遊古城啊、烏江啊嗰啲地方咁偏僻嘅。上方山呢度係可以好輕易搭到巴士就過嚟噶啦。只要你去到石湖北站嗰度出嚟，直行就會見到個巴士站，你可以搭505號巴士或者415號巴士，直接過到嚟呢一度，一個站嘅啫，大概5分鐘嘅車程左右啦。而佢呢度嘅門票呢，就係賣40蚊嘅啫，都算係一個比較平嘅數字嚟啊！而咁啱我哋好彩遇到佢今日呢度有2025蘇州花展啊！除咗櫻花之外啊，仲有好多花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啊！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就入去啦。上方山國家森林公園，
去完呢度之後，我先至明白到源頭柱只係一個騙局。喺上方山呢度係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植物係可以睇到。佢雖然呢一度嘅櫻花冇源頭柱咁多啊，亦都冇鋪得咁密啊，但係佢係真係可以做到你行幾步路就有唔同嘅嘢睇，唔係一抬頭就櫻花，櫻花，望下前邊上櫻樓，望下後邊長春橋，冇源頭柱就係咁樣，所有櫻花四方八面咁樣圍住你，同埋上櫻樓、長春橋。而喺上方山呢一度係真係各種唔同種類嘅植物包圍住你，繡球花、鬱金香、風鈴、中期櫻同埋晚期櫻、桃花都有，真係好多唔同嘅種類係喺度，令你真係可以哇咁樣嘅反應。咁所以我自己係更加喜歡上方山呢一度。如果你嚟蘇州玩，呢一個真係推薦你嚟。蘇州嘅旅程就暫告一段落噶咯喎。咁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就會去揾蘇州個朋友杭州。上有天堂，就下有蘇杭。咁喺杭州，我哋又會遇到點樣嘅美景呢？有興趣嘅觀眾就要記得留意住啦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嘅資訊係幫到你嘅話，不妨點讚、收藏，俾翻個小愛心我啊！玩物不喪志，玩得好意思啊！我係壯方外玩家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